我覺得我最直接可以俾到大家嘅就係，我哋要堅持做落去，每日都要深呼吸。我係完全冇諗過呢一類型嘅片係得到大家咁 positive 嘅回應嘅，係你哋逼我去繼續呢個系列㗎。我前幾日開咗呢個 IG question box， 最近嘅生活有咩事情令你哋很難堅持落去？點知係我冇諗過係好多人去回覆我。我作為一個偶像，我覺得我真係必須要回應一下自己嘅觀眾呢啲生活嘅難題。返工對住個老細辭職，聽朝起身就翻去 office 度攞封信掟去老細，同佢講 I will never look back， 除非佢好高人工啊，堅持做落去，賺佢份人工，賺到佢公司破產為止，堅持。同啲朋友關係越來越差，咁你首先要檢討自己。如果你檢討完自己都覺得自己冇問題嘅話，咁即係佢哋有問題。如果你再諗都覺得佢哋係冇問題嘅話，咁即係你哋唔夾，分道揚鑣，講完都冇用。走，朋友關係就係咁簡單。又唔係真係咁簡單嘅，其實準備咗好耐嘅學界輸咗，我明白，但我哋要明白呢個世界並唔係圍住我哋每一個人轉嘅，我哋要學識承受失敗 ，keep 住向前。我2017年輸咗精英賽8強嗰一刻，我都覺得好痛苦，但我而家諗翻係一個好嘅 lesson， 當日係令到我學識一啲你準備咗好耐嘅嘢，你會得唔到係正常，可能係時機未啱，可能係人哋係比你更加努力，總之就係有一啲嘢你想要但你要唔到係合理嘅，你必須要接受，因為呢個世界未來只會不斷咁樣重複咁樣去話俾你知呢件事，但唔代表你要放棄，你要不斷去繼續面對失敗，你先至可以再有機會面對一次成功。我當年係最後一年嘅精英賽，輸咗就冇㗎啦，所以你要珍惜每一個機會，珍惜每一場你可以打比賽，盡咗力搏盡無悔，唔可以放棄。DSG 好多人都講係 DSG， 我最近聽林偉欣講得好好嘅一句説話就係話 DSG 比起你其他人生嘅難關已經好多，原因係因為佢係有終點，你可以睇到幾時完。當你可以睇到幾時完嘅時候，你只需要喺呢段時間之前衝埋佢，堅持埋去到呢一日之後，你就可以 move on。但人生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問題，例如你想追尋嘅理想，你想做到嘅事，你而家煎熬緊嘅經濟問題，有好多人都好想俾人睇到，但係唔知要花幾長嘅時間，而嗰啲全部都係冇終點㗎。有啲人可能一世都唔會做到嗰件事，或者可能要花上10年、20年、5年、3年，永遠每日都唔知幾時會做到嗰件事，不斷去堅持去做。但 DSC 而家睇翻去到5月2個月嘅時間，你有冇可能去堅持落去？我覺得你可以咯。對我嚟講 DSC 係體能訓練咯，呢個比賽就係睇你大家幾努力咯，你可以做到嘅，加油！失去咗一段10年嘅感情，坦白講我冇經歷過一段10年嘅感情，我知道你一定係好難受，但我認為我哋呢個世界上每一個人係冇可能永遠咁樣擁有一樣嘢，我哋最後都會死，都會離開，比自己年紀大好多嘅人早過自己離開，我哋最終都會面對住不斷咁樣去失去一啲嘢。與其話自己失去咗一段10年嘅感情，不如話你同一個人曾經一齊經歷咗一段10年嘅時光，你哋呢段時間裏邊不斷咁樣去一齊成長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學習，一齊有好多好開心嘅時間，好幸福嘅時間，最後大家都要去行自己嘅路，但呢段時間你哋兩個都確認咗，永遠都共同擁有住呢段回憶去行落去，某程度上係冇失去到，真正嘅失去係可能你兩個都忘記咗呢件事咯。忘記咗呢10年嘅時間，咁可能係真正嘅失去。但係你呢段時間所經歷、所學到嘅嘢，喺你未來佢都會一路陪住你去行落去。有啲位要留住，但有啲位要放手，係對你自己最舒服。唔好俾沉澱嘅成本去覺得自己錯過咗好多嘢。我認為你冇錯過好多嘢。你覺得自己一事無成，但係你識得用電話，你識得打字，你識得 follow 我，識得喺我 question box 度留言，你好多嘢其實都識。我估你應該識行路、刷牙、洗面啩，但你冇留意過自己有好多嘢，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。我肯定你好多嘢都冇試過。你見到人哋做緊一啲嘢，你覺得佢好勁，但其實你都冇試過。有幾多嘢你係試過？如果你全部嘢都試過嘅話，我心服口服。但我唔認為呢個世界有一個人係做得晒呢個世界上嘅所有事咯。所以你一定要 keep 住去試，你就會揾到你想做嘅嘢係乜嘢。你認為自己一事無成，因為你未揾到一件事你係有 passion 去做嘅，但咁樣並唔代表你冇能力，你要堅持落去。OK？上莊好攰，
落妝上妝，我諗多數都係自己自願嘅選擇。上妝之前應該都知道上妝冇得瞓覺㗎啦。吃得鹹魚抵得渴，堅持。大學沒有同頻的朋友，誰說一定要在大學裏面找朋友？這個世界有差不多65億人，到外面找。見到香港好多人自殺，這就是我要堅持拍這條影片的原因。我們要堅持下去，才能見到曙光。無論我們面對多麼黑暗，明天早上總是會天亮的。認為自己做唔好每一件事，但你有幾堅持去做好每一件事？所謂嘅做好唔係完成佢，而係做完之後再反覆自己睇下有邊度做得唔好。你有冇去揾過自己做得唔好嘅地方喺邊度？定係全部話做過就覺得自己做得唔好？你有冇揾出自己嘅問題同埋做得更好嘅地方？你冇，因為如果你有嘅話，就唔會説這樣的話。要對自己要求高啲，你先可以進步。如果唔係，你永遠都去唔到其他人嘅境界。冇得升職，對公司失望，離職，馬上離職。好多人講我再諗諗啊，經濟差而家。抑鬱症呢排嚴重咗，成日都想輕生。我只想給你一個擁抱。我身邊都有好多有抑鬱症嘅朋友，當佢情緒穩定嗰刻，佢會同我講，佢會越來越知道，好似真係發燒咁樣，係只係嗰一刻嘅感受，並唔係你永遠都係有呢一個感受，係會變好㗎。做多啲令自己真係舒服嘅嘢，可能揾朋友、食嘢、去海邊。因為每個人抑鬱症嘅問題都唔同，有好多唔同原因咧，可能係真係生理嘅狀況，瞓得唔好，或者係有啲心結要解決。如果你連輕生呢個念頭你都可以有決心去諗出嚟、去講出嚟嘅時候，其實不妨去探索一下自己先。可以最後先做呢個決定，唔好咁快做呢個決定，因為做呢個決定之前，好似仲有好多個 option 俾你去試唔同嘅嘢。但當你做咗呢一件事，係永遠冇得再翻轉頭。唔好俾你嗰刻嘅感受去做一啲影響自己一世嘅決定。人際關係好亂，走！追嗰粒星越來越紅，一邊戥佢開心，一邊覺得越來越難追落去，但唔想咁易放棄。咁如果難追嘅話，就唔好追啦。追我啊，揾唔到生存嘅意義。呢個我間唔中都會飄下都會飄出嚟嘅呢個諗法。我而家得到一個好大嘅答案係經歷，經歷就係一切嘅意義。我認為喺呢個問題上面揾答案係好痛苦嘅。當你向外面揾嘅時候，其實你揾唔到答案，外面會話俾你知冇意義。但當你向自己裡面揾嘅時候，你會揾到多啲答案，係自己嘅經歷。你活着就係經歷一啲嘢，然後有唔同嘅感受，不論痛苦，不論快樂，不論憂鬱，不論妒忌，不論所有唔同嘅情緒，所有你見到嘅嘢、感受到嘅嘢，你見到生活沉悶嘅嘢、有趣嘅嘢，所有嘢都會係你嘅經歷。當你一路去堅持行落去嘅時候，唔好話堅持啊，當你一路行落去嘅時候，你會體會到唔同嘅嘢，就好似一個觀光車嘅旅程咁樣咯。如果你想睇到多啲嘢，咪試下行唔同嘅路咯。咁我今日答住咁多先啦，下個星期再見啦，咁多位。我都希望我可以為大家打到氣，唔容易啊，我都唔容易啊。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啊。大家都有自己嘅生活嘅問題要處理，一路堅持落去，一路同大家分享。拜拜。